台南市北区区公所为着肯定里长这几冬的努力，透过影像记录方式提升里政正面形象。区公所嘛特别举办首映会，现场有爆米花，还有汽水通好啉，将现场打造成电影院的氛围，让里长会当伫轻松的气氛之下欣赏家己的影片。台南市副市长嘛特别前来感谢里长伫基层服务的辛劳。区里也要做好，无里政做好拢无法度。里政如果大家没有帮忙市政府来做真基层的工作，市政府嘛袂好。所以咱为着市民来做服务，我非常感谢咱所有里长。做较济，送做较济，伫你会当看到、会当做的范围内，一定爱去做。里长对里民的服务会当讲是包罗万象，除了爱举办各项里内以及社区活动。还阁要替里民解决疑难杂症。即摆总共有33个里参与，经过剪辑，将里长的日常生活、建设服务甲经营成果呈现予里民了解。这边咱办北区有影这个节目的迄个录制上爱主要嘛是要甲咱遮乡亲好朋友来讲，咱北区的里长。同时对咱里来服务是非常的辛苦，北区的里长是非常优秀、非常的好，将咱的里来一寡建设互咱乡亲好朋友当了解，透过这个影片的展现互咱搁会当肯定咱里长伫咱里来的付出。即摆透过影像的传达，除了记录里长的日常甲成果，行销北区各里以外，更重要的是，互大家知影北区里长的好。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